如果大家對天水圍新建嘅屋苑只有 Westland， 咁大家就要睇睇我哋今次介紹嘅 Yoho West。今次嘅單位格局係中間係廳，兩邊係房間，而亦都因為係開放式廚房嘅關係，所以牆紙、家私都會用上顏色相似嘅色面。當中我見設計師喺唔同嘅位置加咗編織元素，但完全冇上次帶出嘅復古感覺。因為我哋運用同配搭都唔一樣，當中我哋將藤編當做特色元素，做咗喺梳化背嘅後邊，再加上滲光嘅效果，一改藤編嘅復古風味。確實呢個設計令個廳增加唔少獨特個性風格，加埋木紋、牆畫嘅配搭，反而有種簡約現代感覺。我哋喺兩間房嘅家私櫃門都加入咗藤編嘅元素，除咗可以避免平時掩門帶嚟嘅局促，亦令空間可以通透啲，同時亦可以將設計主題穿梭喺唔同嘅空間，提升整體嘅一體感覺。呢次 Interior Design 以另一種手法運用藤編，帶出呢個元素多元化嘅另一面。你哋又覺得點？可以留言分享俾我哋知。